嘟盐巴味儿哦，快下来吃盐巴来哦！麻木秧尖根根，头椎根，水毛根，全家根，全下来吃盐巴来哦！哦哦哦，嘟二嘟我12岁就学唱山歌，我是我们吴氏家族的第6代山歌传承人。我们泸定楚泥山歌的最大特点是炫编炫唱，见啥唱啥。比如说在山上放羊，为了把羊子换下来，就用我的山歌声，根据羊子的长相特点给它一换，用山歌声它就下来了。我们在生产劳动中，蒙家的小伙子看上了蒙家的姑娘，他就用山歌声来表达自己的爱意。幺妹儿呀喂，听哥哥，喊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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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如说这个，我在河中放木头，正在的没拉那个时候，我就说这个杂样，它是个打美调。现在我就想着它这很有秩序的，但是我就这样的犯愁的时候，我就听了对面这一家，老百姓他们的打妹子，就听到那个打妹子那个调调，两个呢打得很有节奏，劈到破，这时我就把这个沙尾就组成哟呵哟呵哟呵嘿。哟呵哟呵哟呵嘿，所以说这个不管作词还是作曲，全靠灵感。哟呵咿呀嘿呀呵咿呀嘿，二郎山呀牛背山，金山银山花。三个王子好大家好好。哎，三个王子，你好，打起来了啊！你忘记在吗？这下没唱歌。在唱歌。我们成立山歌队过后，到各个村、各个户、各个农家乐去进行演唱。演唱的主要内容是对我们家乡的赞美，还有一个对老百姓的这个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感受。在这个婚宴上，我们演唱的主要内容是对新娘子一种祝福这个呢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上，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曲调，就以新时代、新生活这种积极上进的这种曲调有名，然后呢，再加上我们原生态地方的民俗风味，这样就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我们地方特色的山歌曲子。我把泸定楚泥山歌视为我的生命，为了更好的把它保存下去，我整理印刷出了500本泸定楚泥山歌民歌集，然后我又无偿的捐赠给贡嘎小学和楚泥小学，让这些小学生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泸定山歌文化。为了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，我每个星期义务的来教他们唱山歌。